Hello， 大家好，我係 Ring 李彩華，非常開心可以喺度同大家見面啦。咁今次我嘅角色咧就係湯珠懷，我嘅角色其實就係比較兇狠啲，同埋會覺得呢個世界好現實咯，同埋個劇本其實好好嘅，寫得好耐心，同埋導演啊、監製佢哋全部都真係好用心去拍嘅。咁同埋即係大家都係會為一套戲好而大家都會研究下點樣做更加好咯。咁所以即係今次都覺得係一個好特別嘅嘗試咯。我哋平時可能工作啊，好多套電影啊或者電視劇啊，大家都係以一個即係好靚嘅形象出現啊。咁但係今次咧，大家都會係用一個比較係寫實啲啊、現實啲嘅形象啊，同埋內容啊，去帶俾觀眾睇。咁所以會係一個好唔一樣嘅我哋咯。今次咧，我哋會用一個好全新嘅面貌同埋形式去拍呢套戲嘅，所以希望大家咧入場多多支持。Thank you。